臨近年底咧，節日氣氛濃厚，不少市民外遊及慶祝佳節，整體交投略為放緩。屬樓市傳統淡季，聯儲局今個月再次減息0.25厘。雖然本地銀行未有跟隨，但係最優惠利率仍然維持低水平啊！最新咧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咧最新報145.01點，全年累升大概5%，創2024年5月後逾1年半嘅新高。數據充分反映樓價已經見底，步入上升階段啦。加上明年持續減息嘅預期不斷升溫，市場普遍預期明年會減息2至3次嘅，對買家同埋供樓人士屬好消息。預期假期過後，樓市好大機會快速重拾暢旺，價量齊升。近期咧，西沙大型新盤咧都上咗樓書，項目近期密遠銷。該區已發展成香港嘅新地標，糅合運動啦、餐飲體驗啊、娛樂及生活休閒於一身。假期及週末吸引唔少港人前往消閒及相聚。項目新一期打算喺聖誕假期後推出應市，樓盤喺今年年中推出時銷情相當理想，市場累積大批向餘拍。近期部分期數開始入伙，租賃市場亦都暢旺，尺租平均6約40至到46蚊水平，租金回報全數64至到4.7嘅水平，屬相當理想水平。隨住差估署最新公布本港租金指數已創出歷史新高，政府持續致力引入人才，短期內租金維持高企，對投資客亦相當吸引。現時香港樓市公平過租情況進一步擴大，吸引用家入市或轉租為買，預料新一期亦都獲市場追捧。新盤熱賣咧，就進一步帶動整體市場氣氛，為新一年打響頭炮。展望明年樓價同租金齊升嘅機會極大。